个从小路上会做艺术家嘅小妹，是因为卢卡使用人天数是由并系梦想去修悟嘅。睇园林轮杯60年次嘅金利养殖业者钟莹莹9年前接下阿爸嘅养殖场，对某个路唔晓开始好，和希望打通嘅国外市场建立品牌，成功嘅同金利卖去欧洲。每因为钟莹莹佢为包装行销，业绩成长嘅规格，短20年，路屯卢卡天数凡系得2亿人嘅债，听业界还有人喊伊做金利5王。金利养殖场当到托5，工厂和动态，工作人员爱先来见5名，将5塘度嘅金利曲向下，將個一隻嘅托。客人订的量比较大的时候，上面的货架的量不够的时候，我们要到户外的仓库去提货。那所以外面的这个土塘，一个一个土塘都是我们的仓库，所以我们刚刚就是下去呢，拉那个大网，把外面的鱼抓上来，那一次就有很大的量。呢個倉庫嘅貨源係當少，地包有2萬隻左右嘅金利，客戶需求嘅就幫拖而家係社區嘅，其他嘅係繼續向拖5塘度，通常係落去水行拖，弄個用係以較長嘅時間。夏天的话呢，里面都一直在流汗，很热，然后呢，光线反射到水面上来，有时候到时候会紫外线过敏，你还要看皮肤科。那你站在水里面很冷或很热，你如果不很快的把这些鱼分类分好的话，你就是要站一整天。托5嘅過程雖然冇輕鬆，不過一般下也有意外嘅發現。熊貓眼，你看，那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可愛的啊，这很特别啊，全世界大概只有这一只了。那好价钱？有的客人会为了收集特殊的长相呢，然后期待它长大。熊猫眼呢？總言之，係一間金利養殖場嘅負責人，同樣嘅有金利5王嘅名聲。因為佢9年前行當外行，實施在拖短幾年之內，同無卡產業經營嘅一樣樣，連歐洲人也同佢買魚。甚至完配無卡2億外嘅債。我是在國外念書的時候，就大概知道說，家裡的經濟狀況好像有點出問題了。那等到我真正回國之後，爸爸媽媽就說你要吃自己的。我沒有想過要吃自己這件事啊。那沒關係，就是去工作去上班嘛。那中間在那邊上班大約3年多。那這中間其實父母親聯絡的時候都會跟你講說，哎呀，我們家族的這個事業啊，哈。也不是一個人能做的嘛，那現在都是你弟弟在做啊，然後他也有點適應不是很好啦。那6000要來的時候，自己把那個一些錢呐、啊，投資到6000周圍的那個土地上啊，啊，結果因為6000來也沒有什麼帶動，啊，所以結果就虧了很多錢了啊。無卡嘅債將贊助條款款見來見睇，以至到2003年已經係當然收尾咧，所以有效嘅總人員就指派補習班美術先生嘅條路，將無卡天收。好，我們也曾經被他討在玻璃都打破的，爸爸肋骨被打斷了，那你不賺錢就要被打，那你要不要做？家里也请不起工人的啦，哈，有时候还被断水断电了啦，就是有点像电视演的那样子的。那这个时候你回到家里面才发现说啊，父母亲都不跟你讲的他们的那些困难或烦恼。可是你身为家里的一份子，你如果经济上不能协助，那你起码行动上要做到这样子。剛開始甚至嘛個弄唔曉，
钟建仁接受面积3公顷外嘅金利养殖场，乜嘅问题拢度过。就算阿爸已經有20萬年嘅養殖經驗，有時節和家減又無法度處理嘅狀況。我们帮它除虫一下哈，然后这个药也下去了，水车也开了，哎，鱼蛮开心的。好，我们回家去睡觉了哈。那早上起来全死光了，啊，为什么？全部缺氧死掉了。你说，我们水车不是有开吗？对啊，如果跳电的话，我们警报也会响啊。水车没有坏啊，只是它的那个扇叶飞出去了。那一只鱼如果说一只是1000块的，好了，你1万只鱼一个晚上全死光，你所有的可能你2、3年的心血都没了。钟建仁讲，近年来安尼个状况发生过3擺，損失就盡做係交學費。讀書過程以前攏係學美術，現風來學當到朋友攏知道無可能。尤其安尼個寫算係當店人，什麼人來做，佫較係一難想象。早期的也是女生掛彩啊，女生去弄田啊，也是去搬水果啊、臭球啊。男女其实是分工的，没错，这个工作对女孩子来讲是稍微出众一点，可是对我来讲，我会觉得说，我个性稍微比较倔强啦。我是觉得说，我一定要先试过，我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做。此無其久，鐘建仁知道自家係實在經營魚場街，同時還要想辦法同經理賣到關外，因為關內已經冇乜嘅市場，要另外打出一條路來。我就跑到荷蘭去看展覽，我到荷蘭才去發現說，哈，我們家覺得那個很醜不要的魚啊，都拿去挖一個洞種在香蕉樹下當有機培的那些魚，他們在這賣得好貴。我們覺得不好看，他們覺得好可愛。是這樣子，那我覺得我的魚很漂亮，他們覺得說，那我只願意出跟那個香蕉魚一樣的價錢，哎，我們才去發現說，哎，他們的欣賞的角度跟我們不一樣。當時以前係看到相機咧，刷下來就會完全同魚賣出去。我去那邊要推廣我的魚的時候，沒人要跟我買。我說我的魚這麼好，為什麼你們不買呢？啊，你是誰啊？我說我台灣來的，台灣在哪裡啊？我的魚很漂亮，你那搞不好打針的，你個吃色素的，買回去會死掉的，不健康的。你被質疑，因為人家不認識你，所以我那時候就有觀念說啊，你需要有個品牌。用拍3年嘅時間，鐘建仁就拿到第一張歐洲嘅訂單。你在當地，你租了一個攤位在那邊，然後呢，我把我的魚帶到現場來了。你如果說我的魚不健康，它怎麼能夠通過歐盟的認證進到你們的國家來呢？我經過了你的海關經過你的檢疫單位了。所以你每年在展覽會場，你去1次，人家不記得你；去2次，好像有看過你；去3次說，你好像是蠻不錯的，3次他才記住你。所以現在他的生活跟我的生活都比較不一樣。他晚上工作，啊，白天睡到12點才起來，因為剛好晚上是歐洲他們的早上啊，所以他們就跟他們聯絡很多事情都利用晚上啊電腦在操作。生病了你也打上去啊，但是你可以在後面這個備註，在後面備註給我寫就好了。阿爸嘅條法講出對每個唔判得，唔過鐘建仁當政治。也竟然成功打出海外市場，也順利完成屋下2億元嘅債。講到從小就有嘅藝術家夢想，也因為了經驗獨到嘅事情，本期有無相關嘅看法。如果你人生是一幅畫的話，一幅畫需要先構圖，可是你完成的時候，一定跟你的構圖一樣嗎？不一定，你在畫畫的過程當中，也許你的心情改變了，也許你的一個意外的一個 idea 出來了，你會改。那我會覺得說，這個行業讓我可以認識很多人，去很多國家。也許我需要泡在水裡面很辛苦，要曬得很黑很痛苦，還好啦，我覺得還蠻健康的，不會骨質疏鬆啊。哦，那你用這樣的生活態度去體驗你生命中的酸甜苦辣，
那就会变得很丰富。那我现在是很enjoy其中啊。